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。坐低飲啖茶，今日堅叔同你慢慢傾。癌症期間，屋企最常見嘅辯論題，睇西醫啦，用中醫調理啦，唔好食咁多西藥啦，唔好亂飲中藥啦。講到最後，病人未醫好，屋企人已經先嘈到血壓高。堅叔會咁睇，中醫同西醫唔一定要打交㗎。問題係你點樣配合？西醫治療，例如手術、化療、電療、標靶、免疫治療，係針對癌症本身有明確治療目標。中醫方面，好多癌友會關注胃口同精神狀態、睡眠問題、體質調理。如果你想睇中醫，第一件事唔係偷偷飲藥，係同腫瘤科醫生講清楚，你嚟緊會食咩中藥、飲咩補湯，同埋用緊咩保健品。點解？因為有啲草藥、補品有機會影響肝腎、代謝、薄血、免疫反應，甚至同治療藥物有衝突。另外，壞中醫都要合資格了解癌症病人情況嘅中醫，唔好街坊話邊個好，你就拎住一包咩都唔知嘅藥粉返屋企沖。中西醫唔係二揀一，最怕係你瞞住兩邊一齊亂嚟。記住，癌症期間你身體已經好忙，你可以想調理，但唔好令自己身體變成為實驗室。想堅叔下一集講天然療法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同埋 CLS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